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董某莹。这个五一节前网上十分关注的这个协和医学院、中日友好医院，对吧？这个董某莹这个事件，卫健委成立了这个调查组。那么经过这个半个多月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卫健委他调查的结论和处理的这么一个结果。大家先看这个央视的新闻，大家看视频近日，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肖某被其妻子举报违反生活纪律、医德医风等问题，引发社会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组今天通报了关于肖某引发舆情事件调查处置进展情况。通报称，经调查，肖某的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和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中日友好医院已对肖某给予开除党籍、解除聘用关系的处理。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依据医师管理法律法规，对肖某予以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并给予5年以上禁止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处罚。对中日友好医院给予责令限期改正、警告并罚款的处罚。经调查核实，董某莹入学资格存在造假行为，2023年博士学位论文存在抄袭剽窃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北京协和医学院对董某莹的相关违规违法行为，按程序撤销董某莹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依据医师管理法律法规，对董某莹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予以撤销。通报指出，本次事件暴露出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录取资格确定、临床实习管理、学位论文答辩与审查以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存在试点方案不严密、管理不严格、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目前，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在深入整改。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在会同教育部对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进行全面评估，督促改革完善。目前，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组正联合有关部门，对本次事件涉及的相关单位人员开展深入调查，对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将严肃追责问责，调查情况将向社会公布。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全国卫生健康系统组织开展医疗质量安全、医德医风专项整治。这个央视新闻说得很清楚对于这个中日友好医院的这个肖大夫没什么好说的什么医师资格证职业什么证书给他吊销了，中日友好医院也把他开除了，这里就不多说了关键是董某莹，似乎这个董某莹的处理好像网友不是很满意不是很买账，有那么一点避重就轻的意思虽然这个卫健委也说了，后续还要继续调查，但是我们有句俗话叫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个董某莹的事情萝卜拔出来了，居然一点泥都没有，这个似乎不符合大家的认知，也不符合大家这么多年来的这个经验和这个教育。这个卫健委相当于把这个董某莹整个事件还原了一下，但说来说去都是董某莹本人的问题你比如说他造假，首先这个董某莹2019年申请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培养模式改革试点班，也就是所谓的4+4入学资格存在造假行为。什么造假行为呢？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2019年境外招生对象应是2018年至2019年度什么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的本科毕业生，还必须按照试点班入学课程要求修完总分不少于66学分医学预科课程。董某莹报名时提供的大学物理 AI、大学物理
有机化学 B、无机化学 B 等4门课程，共计16学分系伪造，不符合当年报考资格。这个调查结论啊，说董某英自己伪造了这个大学的成绩，16分都是伪造出来的。那关于他伪造成绩报名这个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似乎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也是受害者。也就是说，这个你招生的对象他的成绩是假的，这不就是欺骗吗？欺骗了谁啊？欺骗了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所以说，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受害者。那你顶多说这个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这个负责招生的这个人呢，把关不严。他结论也这么说的，把关不严。你看看是不是有点那个重拿轻犯的意思啊？这个小镇做题家他就看不惯这个，怎么到我这儿就把得好严呢？苍蝇子都飞不过去。或者到了董小姐这儿就把关就不严了呢？怎么伪造成绩都发现不了呢？难道不能上网查吗？但是你看他这么一调查，结论一出来，好像协和医学院也是受害者，所以这个群众不满意啊，也很正常啊。好，这个还能说吧？你说这个协和医学院是受害者，遇到了骗子，那下面这个就是说不过去了啊。说董某英啊，2023年博士学位论文主体部分与同年毕业的北京科技大学他人学位论文重复率超过20%，存在抄袭、剽窃、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那这个协和医学院出来说了啊，刚才说人家造假，对吧？人家成绩造假，你分辨不了，那人家这回论文剽窃啊，协和医学院4+4这个试点班还发现不了吗？多少这个协和医学院得出来负责任了吧？后面还有啊，同时董某英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有3篇属于不当署名，1篇属于重复发表，存在科研诚信问题。这个我想啊，跟北京协和医学院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对这个负有责任。所以仅仅把董某英给处理了，把他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予以撤销，处理了一个人，保护一大批，不是给人感觉就是这样吗？这个调查结论啊，还完美的规避了董某英啊，他在中日友好医院规培，然后如何到了这个肿瘤医院继续规培，在中日友好医院规培期间，对吧？从那个什么拒绝去什么脊柱外科啊，然后留在胸外科，这些就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啊，就是常人没法运作的。董小姐为什么能够丝滑的做到？这个她完美的避过了，恰恰是这些地方才能展现董小姐的实力和她的人脉，以及有谁给她大开方便之门。一个这样的人可以参与手术，并且还有新华社予以报道。为什么这个当初给他报道的这些部门、这些媒体不出来走2步呢？是他通过什么关系能够请得动这些媒体来给他报道宣传，给他抬轿子？这些都是韭菜关心的，却没有触及那么多5+3+3的这个正规的医科大学的这些医生，他都对吧没有办法完成董小姐这种规培啊，这个恰恰反映了咱们医疗体制里面的问题，但是完美的避过了只是重点查这个董小姐入学资格造假以及论文剽窃。虽然这个调查组最后也说了说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核查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在会同教育部对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进行全面评估，督促改革完善。关于协和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很多医学精英医学领袖最近在网上已经被扒出来很多了，是不是该都查一查？不光是协和医学院是不是还有那个上海什么复旦大学吧？反正是4+4的。最后他这个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组联合有关部门对本次事件涉及的相关单位人员开展深入调查，对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将严肃追责问责，调查情况将向社会公布。俗话说顺藤摸瓜，对吧？你顺着这个董小姐这根藤，你可以摸出很多瓜出来。但是现在呢，仅仅是对董小姐进行处罚，把这个藤给扯掉了，萝卜拔了，没有带出泥，这有什么用呢？如果这个风气，对吧？这个土壤这个腐败的这种选拔制度不根除的话，你光把董小姐给她办了，有什么用呢？一个董小姐倒下去，千万万个董小姐又培养出来了。董小姐的问题不光是在入学论文这一块，董小姐的问题还在她规培，对吧？如何成为一个大夫，最后去肿
肿瘤医院去上班，这中间更能体现出，对吧？这种权力啊，这种腐败啊。所以说啊，这个国家卫生健康卫健委的这个调查组啊，这个调查结论似乎是干净利索啊，但是它也是太干净了，对吧？我们是想看到它牵出来的泥，居然一个都没有，对吧？这事情就到肖大夫和董某银为止啊，不能这么糊弄了事啊。董小姐这个问题反映的是入学到工作是系统性造假，它不是一个环节造假，它是每个环节都在造假。这个是董小姐一个人能办到的吗？谁在给她大开方便之门？为什么董小姐这儿大家都漏球呢？到了韭菜这儿，到了小镇做题家，那是360度无死角的去审查呢。古有这个关云长呐，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今有董小姐勇闯医疗系统，也是过五关斩六将呐，勇闯天涯啊。就是小镇做题家啊，韭菜啊，他也未必是要全盘否定了这个4+4模式啊。小镇做题家牛马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环境，对吧？你任何改革，你任何4+4，你不能成为权贵啊，成为这些人的一个方便之门，对吧？最近网上揭露出4+4招的这些人，个个都很可疑啊。真正的小镇做题家是考不进去的，都是那有门路的，有后台有背景的。董小姐这一路高升啊，一路过关斩将，不是一个人能办到的，涉及多少人，怎么一个都没有查出来？还有多少个董某银还在逍遥法外？还有多少个董某银正在手术台上给病人在做手术啊？还有多少个董某银啊正在这个医院的管理岗位上，对吧？当着院长副院长，整天忙于救死扶伤啊。所以说啊，如果卫健委后续是不是要拔出萝卜带出泥，要彻查这个事情，希望尽快，不要拖到这个热度没了，舆论没有了，然后不痛不痒的按揭事了，然后一切照旧。董小姐还觉得自己冤呢，为什么？因为她的同学，对吧？相比较其他人，说不定她还算是不错的，她只是命不好啊，只不过是跟那个肖大夫两人搞婚外情，还有很多人不如她呀。这个事情的标志啊，最起码要查出啊，给董小姐大开方便之门，开绿灯的，对吧？那些隐藏在背后的那些大佬，那些所谓的学阀呀。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啊，同样是这个伪造学历，你看这个香港方面是怎么处罚的？咱们这个对董小姐啊，那就是把她的毕业证给她撤销。咱们这媒体报道啊，5月8号，28岁环球小姐李思轩因早前向香港大学提供假学历，讹称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啊，哥伦比亚大学吗？跟这个董小姐是校友啊，从而获港大录取修读硕士课程。你看看，查出来了啊，被沙田裁判法院判其监禁。署理主任裁判官表示，被告不诚实取得香港大学学位后，仍进一步管有伪造的毕业证书，并在假的证书上指其成绩优异，贯彻其不诚信行为，认为所认两罪不能全部同期执行，判被告总刑期240天。环球小姐啊，李思轩学历造假，通过这个假文凭骗取港大硕士的录取，他是两罪并罚。哪两罪呢？一个是伪造证书，一个是虚构成绩，两罪并罚，坐牢240天，8个月。你看对比一下啊，这董小姐简直是要感谢自己啊，生在了一个好地方。她这是一路造假啊，仅仅是撤销啊学位证、毕业证，敢不敢来点真的？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啊，犯罪成本太低，犯罪成本接近于0呢，那不就是鼓励犯罪吗？所以这些什么造假、学术造假，对吧？成绩造假。所以说啊，卫健委的这份调查结论呢，让吃瓜群众、让网友可以这么说吧，有了新的期待啊，希望卫健委啊赶紧继续深入啊，好好的把这个董小姐的关系网给她公之于众，看是谁在为董小姐的一路升迁呢保驾护航，有没有那个勇气，有没有那个胆量，把更多的董小姐给她找出来。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中日友好医院的这个胸外科的肖飞啊，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还为这个董小姐背书，他说董小姐学习成绩优异。这么说的话，董小姐把这个肖飞也给骗了，欺骗了肖飞啊。因为卫健委的调查只是一路造假呀，成绩都是造假的，怎么叫优异呢？反过来啊，也说明这个肖飞啊，他在跟这个董小姐打交道的时候，说明这个大夫也够呛。董小姐什么水平他看不出来吗？啊，即便事情败露了啊，他还在为董小姐
姐洗地。这个董小姐能够轻松的实现学历造假、规培放水或者叫规培缩水、手术台镀金，对吧？这些对普通的小镇做题家来说，那简直就是比登天还难，可望不可及。而董小姐能够轻松越过，这个只能说明医疗行业里面，对吧？它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它已经不是什么晋升机制不合理，也不是什么整改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这个医德的问题，实际上是让广大网友细思恐极。也就是医疗领域的腐败恐怕远超想象。有多少董小姐堂而皇之的在医疗系统里面这样刷成绩、刷手术、刷这个论文的署名权，还有多少，对吧？我们老说蟑螂定律但你发现一个董小姐的时候，恐怕这医疗领域里面到处都是董小姐充斥着董小姐，各行各业都有着外界不知道的潜规则。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好多回，其实我们外人认为这个事情是不是后面涉及更大的人物对吧？更大的权力、更大的靠山，才能把董小姐运作的这么好？实际上不是的因为根据很多案例报道来看，你比如说北京市，对吧？以前有个报道，死刑犯通过各种运作，最后无期，最后做了7、8年出来了。如果他不是出来之后继续杀人，犯了事，又上了热搜，对吧？然后引起关注，最后一彻查，发现他这一系列的减刑呢，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官在后面运作，他无非就是一个密密麻麻的关系网，而这个关系网是系统外部的人难以察觉。俗话说叫县官不如县管。如果真的是特别大的官才能解决这个事情，作为韭菜根本不用担心，因为特别大的官少他们出手也只能解决几个人。韭菜最担心的就是这些小官僚小官僚人数太多小官僚的七大姑八大姨更多这些小官僚上下其手，实际上就堵住了这些小镇做题家的空间，对吧？轻视的损害的就是这些小镇做题家，原以为通过自己努力，通过自己的天天刷题，通过自己的拼能够有个一席之地，实在不行就学医学医就是累一点苦一点。结果现在发现这学医你也学不过人家，小官巨贪危害更大，就是在这种事情上面。所以说这个卫健委的这个结论只是一个开始，仅仅是个开始希望他能尽快的进入下一步，要扩大战果，要挖出董小姐背后的那个关系网，对吧？以此警戒。当然了，也有网友说了医疗行业的内幕让卫健委自己查，恐怕也只能查成这样了，这叫自查。自查还是有所顾忌的。实际上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门道，都有自己的潜规则。烟草有烟草的，石油有石油的，银行有银行的，铁路有铁路的。我们在以前节目说过了这个董小姐她本来是钢铁系统的冶金系统，结果她横向发展，侵入了医疗系统，也就是各个系统之间打通了这个危害就更大了。本来就是银行3代，现在银行2代变成医疗3代，医疗3代变成烟草4代，密密麻麻这张网就封杀了这些小镇做题家、这些寒门学子的上升之路，全方位封杀因为你想以前是条块状的，是各个条线的，你比如说铁道系统就是铁道系统，冶金系统就是冶金系统，并不交叉。现在密密麻麻织了一张网，铁路系统的子弟把它安排去冶金系统，对吧？冶金系统的子弟把它安排进医院，医疗系统的子弟安排进这个北大当老师，这不就是资源互换吗？我们就看看这个国家卫健委还有有关部门他们的决心，我们希望能登个后续当然了，10有8九就是到此为止了，大家都散了吧。毕竟自己给自己开刀，这个也太难，简直不可能。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